受到这黄sơn雨方面含西南风的影响，全台湾这几天拢落雨。那这台东兰屿今早起因为落大雨，龙岛这个部落的五空洞也卡着规个阴甲车路去。另外呢，昨暗头高雄车头的大厅含地下停车场因为漏雨积水真严重。气象署也讲呢，这雨会落到拜五，明仔新竹以南华东地区雨有关有可能会落真大。两人相载机车冒险徛伫个水阴半的岭仔关的环岛公路，台东兰屿初时早起落大雨，真侪所在溪水涨起来。龙岛部落五空洞也亏因为排水袂赴，溪水淹到环岛公路。受方面影响，这几天全台湾拢有雨，除了兰屿公路受阻碍，代替高雄站也因为车山大雨，造成停车场真侪所在积水。高雄市的一个最大的时雨量大概达到47哦，那所以这个集水面积的水下来之后，我们车道下面的节水沟宣泄不及，那造成水满溢，那进入到停车场，那影响到停车场。工作人员摕大扫帚对积水的停车场行向客停车、坐车的所在，就看到坐车的所在上款是四个拢积水。代替高雄站地下停车场今年已经启用到即阵无到半年，大雨了后，车道的壁全部拢是漏水水痕，地下一楼的车站大厅，也有真侪所在一直到初时早起也伫漏水。天气的设计也有雨水直接伫这个大厅地板积水。至少以美观来说算是好看的，但实用性的话可能要再考虑一下。雨势停的时候，我们就马上把它排除掉，所以大致来说对民众的影响，其实是不大的。民众认为车站的设计恐惊无甲天气甲实用性考虑在内，对此铁道局甲代替讲会全部来检讨并且改善。初时早起，高雄部分地区有望阵雨，中央气象署讲，初五透早雨势底渐有较热，二是落雨阁增强，各地落雨情形会继续到拜五。白天的话，降雨的强度有机会再变强一点，特别是在新竹以南地区、花东地区，明天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，并且还是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跟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。气象署有估，拜五了后，台湾附近的天气形态会转做热天，以午后雷阵雨为主的天气形态，也提醒民众出外时要注意降温甲落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